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物价真悬，学生甲上班族到月底，这个课题啊，就得要见底咯。来看这不止啊澎湃的鼎烧意面是月底会9千，上碗才40-50块，就会当食到8圆。头家用鸡骨番麦控的汤淋意面落去煮，还佫淋高丽菜、在地沙白鱼丸、甲乌莲等等。虽然讲无肉甲海产，但不过这一碗敢若40块。很好吃，然后料很足，然后很便宜。有时候暑假想不到的时候，吃这种我感觉就是直接来这边就直接解决一整个暑假。这间店伫台南中西区外体育公园，主打是杏仁豆腐饼，还佫伊挂一个招牌，专工卖高烧意面。因为食这真的好，真侪学生囡仔真介意。好吃的东西，我们也不用去把它卖到说要非常高的价位。那我是希望把好吃的东西能够把它分享给我们的乡亲。另外一间是伫文南路的饮料店。用柴鱼控的汤先煮好滚了后，高烧意面才淋入去，佮卡两淋蛤蟆，佮有青菜甲乌莲，这一碗是45块，继续同款是真亲民。用银角啊，就当解决的高烧意面做法虽然简单，也过食着传统的好滋味。伫高雄毛月底9千，这间早餐店高烧意面，小碗50块，大碗60块，有蛤蟆、火锅料，还佫有青菜，有真侪人爱吃一碗咸椒仔酱，安尼嘛是一顿。物超所值啊！因为我没有房租，也没有人事的费用啊，对啊，所以可以自行吸收啊。用简单的食材所煮出来的面，外靠实在汤头加熟鸡，变成真济学生囡仔加上班族的日常好滋味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